今次有幾樣嘢好值得推介，就係呢個儲物箱垃圾桶喺廚房度用，下面有2格。通常煮飯啲廚餘都要踎低抌喺地下，整到周圍都係。呢個同個星盤同一視線、同一高度，真係非常之方便。入慣廚房啲人就知道，呢個係中國人發明嘅，41蚊，我 Plus 會員仲可以平幾蚊。瀨咗嘢嘅係呢個眼藥水，其實唔算瀨嘢，呢個眼藥水都幾乎有呢個成分。醋酸氯爾定，搽一搽，原來殺菌用嘅化學嘢，我都唔係好中意。呢支就好嘢啦，洗眼全部都係天然成分，綠茶多酚維他命，透明質酸，洗完之後好舒服，好過用眼藥水。洗完左眼唔好再用嚟洗右眼，要換嗰啲新嘅。佢一個杯送俾你，放8 ml 嘅水。只係5蚊一支眼藥水，我抌咗垃圾桶唔用啦。就嚟夏天需要好多水杯去海灘。呢隻係 BPA free，冇有害成分。睇下幾多錢？3蚊。廠賣出嚟就係廠價。呢個超軟多毛牙刷只係5毫幾，而淘寶就要3倍價錢啦。有啲唔止3倍價錢。隔離呢支係日本牙刷，大概係1蚊支。我會將啲網站攞出嚟，原來用電牙刷係唔好嘅。呢支係檀木嘅香水，幫朋友買，一男一女，都係5蚊支、6蚊支。我自己順便買咗一支，冇咩特別，好似檀香木咁嘅味。呢個廁所板就抵買啦。液壓新款係上爆炸螺絲塑膠，唔使喺個底度擰上去，仲有佢非常之實淨，只係20蚊。另外買咗個廁所膠黐上去，呢個廁所膠只係過百一個，都用得下。買咗3個可以替換，用個零月就劈咗佢。其實唔止個零月。呢個馬桶蓋我覺得買得好好，呢個馬桶蓋只係20蚊，有視頻好易裝。藍莓補眼仲可以補腎，日本人話補腎，一個營養學家講嘅。呢個藍莓係1 kg 64蚊，好過食保健品。買一本中藥古書 ，Deepseed 都揾到古方，對於精神科嘅中藥真係慘，中醫完全俾人打壓，好嘢絕對唔會俾人大肆宣傳。我買咗呢扎中藥，加埋晒都係200蚊鬆啲。呢個就係 Deepseed 提供嘅配方，全部都有鎮定安神嘅效果。呢間啲紅棗好重紅棗味，真係最靚嘅一次。龍骨同半夏都可以鎮定安神，20蚊一斤。有個 Deepseed 真係唔使睇中醫，自己可以搞掂，再用1688。網上咁多資料，呢啲全部都同中樞神經有關係。半夏仲可以預防甲狀腺肥大，有作用。啲半夏都唔會生嘅賣出嚟，全部加工過，唔會有毒。裡面其中嘅成分半夏，腸胃問題、中樞神經問題、腫瘤問題都有幫助，全部都係古人嘅智慧。龍骨即係哺乳類動物嘅骨頭嘅化石。佢可以鎮定安神，對於煩躁易怒多夢都起到作用。我陪我個仔一齊飲，佢飲2/3，我飲1/3。飲完我都感覺良好。呢個最新研究，柴胡嘅成分仲可以抗抑鬱。呢扎成分我睇到都係冇乜副作用，但係唔長期飲就可以，飲下停下。睇我個仔嘅表現點樣，感覺良好。自閉症嘅精神科藥真係嘥鬼氣，中醫俾人打壓封印住。